杨言，是你吗？姐姐想死你了，快转过来让姐姐看看。杨言，是我。是你？你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会猜杨言？难道他以前总做这样的事情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因为我觉得只有杨言才会做出这种幼稚、荒唐的事情。幼稚，荒唐。当然，他做这样的事叫幼稚、荒唐，而你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浪漫、惊喜。张鹏鹏，你过来。哇，这儿也太美了！我花了1年的时间找人修建了这座桥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这真不错。咱们要在这儿度假多久啊？咱不回去了。不回去了？你说的话都对，你我2人的确不平等，所以你只会成为一个好的皇后，不可能成为我的妻子。只要你一天是皇帝，你就是我的主宰。而爱的基础是平等，你是皇帝，我是皇后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平等，除非你从现在开始不当这个皇帝了。你能吗？那些话不过是我几年前无心说的话，皇上你不用放在心上。5年前，我也是真的无法做到你所说的。我出生于帝王之家，一生下来就肩负了不可推卸的使命，要完成先祖的遗愿，平定安邦，稳固政局。我一直以为我这辈子会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好皇帝，可是当我遇见了你，你不会是要放下皇帝不做，要和我私奔吧？不行，不行，齐胜，你别闹。遇到你之后，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。现在国泰民安，我也终于盼到了7号长大。浩儿天资聪颖，小小的年纪就深谙知识之道，实在是我的福气。如今我已经安排了心腹会好好辅佐浩儿，我也可以放心的传位给浩儿了。你不需要再有任何犹豫，只要告诉我你愿意还是不愿意。我当然愿意。几年前我就把这些事情都想明白了，我这小半辈子一直被我这条小命所累，总在为我的身家性命算计来算计去，从未认真看待过情和爱。但是从你为我挡箭的那一刻，我突然顿悟了，人啊，一旦心里有了爱，便什么都是复原了。你还记得在福源寺我曾许下的愿望吗？你当时说了一句
我不太能听懂的话。这次来庙里，你想求什么？求我身侧之人，与我所求相同。胖胖，那现在，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？I do。握着谁的手不放松，回忆的钟摇摆着我的伤痛。以前的以后，我和齐胜都想明白了，人这一生就应该奔着爱去。从那天起，我和齐胜就过上了神仙眷侣一般的生活。不，是神仙都羡慕的生活。望着你成一首反复的情歌，以前的以后，时间裂出一道缺口，让思念自由凝视你的举动。再也没有人像我，把温柔写在了眼中，望着你成一首反复的情歌。以前的以后，时间缝合一道伤口，2秒正停留在爱着的时候。再不去计算太多，虚构出我们的时空，一切留在美好的那刻不走，爱是我的被动。我渐渐明白，爱一个人，就是爱他的一切，包括他的小癖好、小缺点。齐胜，你又死哪儿去了？你告诉我，这个读什么 ？A。那这个呢 ？B。B。B B。这个呢？啊，西吧。C。C。告诉我，这个呢？Love。哎 ，Love 我们偶尔也会有说走就走的旅行。감사합니다。来。这里的东西啊，果然好吃。欧巴，你又说错了。你应该说，这里的东西果然好吃，思密达。啊，对，思密达，好吃，思密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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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擦浪嘿哦，撒浪嘿哟，是擦浪嘿哦，苍浪嘿哟，擦浪嘿哦，擦浪嘿哟，是擦浪嘿哦，擦你个头啊！擦，思密达。擦浪嘿哦。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岁月静好，细水长流。
今天的星星好美。明天是个大日子。今天陪你跳了一天的绳，可把我累坏了。明天我可要好好的睡一觉。我困了，想先去睡觉了。我靠！不会连老娘的生辰八字都忘了吧？啊西！明天是个大日子。齐少，齐少，该不会离家出走了吧？娘娘，您看，这次裱得不错吧？这么快就裱好了？干什么呢？皇上，这是您手把手教我写的字，我打算珍藏了。你是从何时起对朕有了这种感情的？其实我也说不清楚，但自从你上次离开我，我就发现我已经爱上你了，只是我自己不想相信。后来，你在城墙上面为我挡箭，我才确信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你这话，朕听了很是安心，只希望我们两个以后不要再生什么嫌隙。你是皇上，我是皇后，以后我会尽力做到宽容、大度，还有全心全意。我的心只能分给你一半。为什么？
我们一路走来，有太多时候我都失去理智。比如说，上次我去北漠给你送解药，万一你是要真的引我过来将我拿下，或许现在我已经小命不保了。所以以后我只有保留一半的心，保持理智，才能更安心、踏实的做一个皇后。我赌上了性命，才换来与你执手。若是只落得一个称职的皇后，那我太亏了。你的整个心，我都要。你说的这话不切实际，我只能踏踏实实的做皇后，因为面对一个皇上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不能失去理智。难道你不明白吗？我要的不是掌管后宫的皇后，而是与我相互扶持、举案齐眉的妻子。齐少，很多事情不能感情用事。后宫不是你我二人开的，你明白吗？娘娘，皇上要解散后宫。解散后宫？嗯。该不会是我昨天跟他说的话？走，去看看。齐少，你疯了！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？唯有这样做，才足以表达我对你一心一意的感情。如今的后宫，是为你我二人开的了。只要你一天是皇帝，就是我的主宰。爱的基础是平等，你是皇帝，我是皇后。我们永远不可能平等，除非现在你不做这个皇帝了。你能吗？黑萝卜炖，黑萝卜炖完黄萝卜炖，黄萝卜炖，黄萝卜炖，黄萝卜炖完紫萝卜炖，紫萝卜炖，紫萝卜炖，紫萝卜炖完黑萝卜炖，黑萝卜炖，黑萝卜炖，黑萝卜炖完蓝萝卜炖，蓝萝卜炖，蓝萝卜炖，蓝萝卜炖完黑萝卜炖，黑萝卜炖，黑萝卜炖，黑萝卜炖完红萝卜炖，红萝卜。为什么你只说黑萝卜，不说粉萝卜？我是粉萝卜，因为大家都没说粉萝卜，所以我也没说。不说我就打你！别打呀，别打呀！啊，别跑！小祖宗们！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！太子殿下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巧儿，你怎么回事？太子殿下要是摔出个好歹来，你的小命别想要了。强公公，巧儿知错了。巧儿，你没事吧？太子殿下，奴婢没事，是奴婢差点害您摔倒的。有一次母后崴了脚，父皇就是这样帮她揉的。太子殿下，万万使不得啊！您这是折杀了奴婢了。太子殿下，您先起来吧。母后说了，男子汉对待女孩子要有绅士风度。巧儿，你还有什么小姐妹呀？把她们都叫过来，明天咱们一起来做游戏。齐浩，母后，皇后娘娘，浩儿，跟我进屋。
齐浩啊，儿臣知错了，再也不敢跟小宫女们嬉笑玩耍了。我不是想说这个，我是想说啊，这一切都是基因惹的祸呀。你这点啊，算是随了我了。随您？浩儿，你现在走的这条路，你妈我是再了解不过了。再这么玩下去，是没有好结果的。一个男人，就应该像你父皇那样。母后，这些话你都已经说过无数次了。您说过要以学业为重，可是儿臣功课都做完了，不信您过目。母后，儿臣哪里做的不妥？没有没有，你做的批注简直太牛叉了。浩儿，你确定这是你一个人做的？嗯。做了多久？早晨送来之后，儿臣2个时辰就批完了。浩儿，就凭你现在的学识、见识，还有思维方式，简直是甩同龄的孩子10条街啊！乔公公说了，我和父皇年幼时一样，是天生英才。你呀，真是又像我，又像你父皇。你教母后如何说你好啊？母后，那儿臣能去玩了吗？去吧去吧。皇上，北征大军已经全部启程了，咱们不好再耽搁了。再等等。是。大早把这些衣服脱了穿，穿了脱的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去送骑手。那您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？您是怎么想的？我觉得我不应该去，可是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，不行，我要去。娘娘，衣服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后为何这么晚才来？我没想好要不要送你啊。野外行军赶上雷雨天气，莫要骑在高头大马上，你个子高，
头顶上的盔缨也比别人高半尺。雷公就喜欢捡你这样的瞥。你慌慌张张的赶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还要祝皇上一路顺风，万事如意，旗开得胜，年年有余，马到成功。够了，此次朕走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你会舍不得朕吗？算了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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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，娘娘，这2个字儿您都已经写得很好了，您实在无需再这么刻苦了。不行，今天晚上我必须要把这2个字给练好。自打皇上走后，您天天写他的名字，奴婢真的觉得你已经写得很好了呀。自打齐胜走后，我这心里不知道是悲还是喜，总觉得空落落的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。娘娘，您每天除了练字，就是变着法儿的往太皇太后那儿跑，奴婢实在是觉得不正常，奴婢有点担心您。在这宫里，要数齐胜和太皇太后关系最好。如果他写了一封家书什么的，肯定会写给太皇太后的，所以，我才每天去缠着他老人家，想探探口风。娘娘，您看您都快魔怔了，要不我们想点别的事情做，转移一下注意力？不行，我今天还要去趟圣宁宫，万一有消息了呢？自从圣儿走了以后，你就隔3差5的过来看望哀家，哀家真是没白疼你呀。无论皇上在不在，我都会跑过来，在您跟前尽孝的。可哀家也知道，你又要问哀家有没有消息了，对不对？哀家没有圣儿的消息，你呀，就是太过担心圣儿了。我也没想到，现在会是这样的心情。太祖当年征战沙场，哀家也是独自一个人在后宫等待。你现在的心情，哀家是明白的。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呢？你能做的就是把心装在肚子里。你身为皇后，不是寻常的女子。从你成为皇后的那天起，你就要知道，总会有这么一天，皇帝驾崩，政局动荡，而你要学会独当一面。
好了好了，哀家就是随口一说，凭我圣儿的本事，一定会率领我南下大军凯旋而归。是。我爹不见了。你爹？你爹没在我这儿，要不你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姐姐，姐姐，别睡了，大事不好了，姐姐。哎呀，阿西吧！我今日回到府上，发现我爹、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几人都不见了。问家里的人，家里人说他们是一同出去了，却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走多久了？我3个月前和灵儿回府了一次，总管说我爹染了风寒，不便见人，当时也没多想，我就走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爹应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。难道是九王把杨玉叫走去谋反了？不对，杨玉已经被削去了兵权，再说也不可能瞒着你啊！哎呀，真是细思极恐啊！会不会是？你爹早已投靠了齐胜，现在也许正在北漠帮着齐胜打仗呢。我问你，你爹是怎么跟九王搞到一起的？就是我爹说想多认识一些我的朋友，便常常和我一起出席我跟九哥的活动，什么青楼啊、茶楼啊，他都去。他俩慢慢的也就熟了。呆子，你就九王这一个朋友吗？你爹这不明摆着要接近九王吗？姐姐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九哥那儿又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姐姐，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我让灵儿回趟家，打探一下军中的状况。嗯。黄祖母，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，是不是又有什么消息了？啊？北边传来密奏，皇上遇刺了，刺客兵刃淬毒。哎，鹏鹏，鹏鹏，皇上他还活着吗？没有伤到要害，只是毒性极强。皇上现在已经昏迷了。咱们制出解药了吗？圣儿虽然中毒，可脑子还算清醒。兵器早已送回圣都，解药今早已经制出。可是要把解药送到皇上那里，至少需要10余日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把解药送过去，也不一定派得上用场。好孩子，你要坚强一些。圣儿还在等你呢。这是圣儿让我给你的信。我去。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娘娘，什么事啊？张太医。怎么了？娘娘，可是送去北漠的药出了问题。什么？不是。那是什么事？
皇后娘娘，这臣实在不知如何开口啊。今日皇妃娘娘在御花园晕倒，微臣为她把脉，发现她已经有2个多月的身孕了。2个多月啊！看我不折腾死你！娘娘给小人吃的是什么药？金戈。金戈。吃进去。皇后娘娘，您不能进去！娘娘，您不能进去！快走！娘娘，娘娘，这么晚了，要去哪里啊？娘娘，嫔妾哪儿也不去啊。娘娘，这不是嫔妾的，这是皇上留下。娘娘为何突然打嫔妾呀？皇上走了3个多月，你肚子里2个多月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的？皇后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嫔妾再也不敢了，嫔妾知错了，娘娘饶命！嫔妾再也不敢了，娘娘饶命啊！你不替皇上倒好，你昧着良心把皇上挂在嘴边，我都替他心寒。男人们在北漠豁了性命去打仗，保家卫国，你却在宫中偷起人来了！皇后娘娘饶命！嫔妾再也不敢了，求娘娘开！嫔妾再也不敢了。传令下去，将皇妃的奸夫处死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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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将奸夫处死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念在皇妃有孕在身，典为庶人，发配岭南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是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奴婢从来没见您发过这么大的火，也没见您下过这么重的责罚。您别为了不值当的人气坏了身子啊！我不是气他，我更担心的是，齐生，他可能快要死了。啊！怪不得您从太皇太后宫里出来，就像丢了魂似的。娘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难道是九王他们动手了？我现在没有心情再提起这件事情，更没有勇气回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总之，明天一早，你陪我动身前往北漠。嗯。绿篱啊，我们是去送解药，不是去旅行，少装点啊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能让娘娘苦着呀。什么叫苦着呀？齐胜现在正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，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娘娘，怎么能说是因为您呢？我现在好后悔啊。齐胜走的时候问我会不会舍不得他走，我当时没有说出口，现在后悔都没有机会。如果当时我跟他说出了那句话，他也不会孤独地等死。娘娘，您先别把什么责任都往您自己身上揽。您先听奴婢说一句。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我恨不得造一架飞机，马上飞到他身边。飞机？娘娘，奴婢跟了您这么久，多少也是学到了点东西的。您怎么就不想想，皇上早就知道九王要在北漠谋反，定会有所防备的，怎么会突然遇刺呢？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听到给九王治罪的消息啊！你说的这些我不是没想过，我就说嘛，我这个脑袋都能想到，娘娘肯定是留好后手了吧？这次真没有。
娘娘，别人的安危我可不管，但是您我必须得管。您就没有想过，皇上这次如果是故意把您引过去，您可就没有后路可退了。现在我真的想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只想着，但凡有1/1000的机会，齐胜在病榻上等着我，这个北漠我是去定了。哎呀，这些都不要带了，奴婢不带便是了。哎，你别都拿走啊，绿篱，绿篱。太皇太后驾到！快，鹏鹏给皇祖母请安。鹏鹏，解药哀家给你送来了，哀家就不去送你了。哀家年岁已高，受不了那离别之苦。皇祖母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把齐胜好好的带回来。鹏鹏，你真的是个不寻常的女子，比哀家想象中还要坚强。若这次你们两个能够平安归来，一定要珍惜你们夫妻之间的情分。快把解药收好。皇祖母，您放心吧，我就在这儿跟您告别了，保重。快，丽丽，娘娘，请上车。马车太慢了，我们骑马去。你把这匹马卸下来。是。你骑上这马，带上绿篱。娘娘，北漠的路途艰辛，骑马恐怕您会受不了。是啊，娘娘，还是坐马车吧。都闭嘴！卸马，速速启程。是。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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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。娘娘，马已经走不动了，咱们歇一歇吧。是啊，娘娘，刚才有好几次我们这匹马都差点撞树上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人仰马翻的。我知道你们都辛苦了，可是皇上等着咱们去救命呢。我们已经日夜兼程8天了，就算人能硬撑着，马也走不动了，歇一歇才能走得更快些。行了，大家都累了，那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。来，来，那边都牵过来。哎，来，这。娘娘，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走，歇会儿。娘娘，您别太担心了，你要相信皇上，他吉人自有天相。我明白，尽人事知天命。可是我就怕在我这个环节上，耽误了他的性命。哎，你说，哎，哎。此次朕走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你会舍不得朕吗？
你这个小兔崽子，快把我放下！累死我了！看看，危急关头救你于水深火热的，还不得是我？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，你把我扛过来干什么？当然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你呢。谁让你来救我了？我哪有什么危险了？对了，我不是让你去找九王给他送信吗？现在齐胜那边怎么还出事儿了？我还没来得及见到九王，就收到了风声，说是齐胜遇刺中毒，皇后您被押到北漠来了。难道九王刺杀成功了？那你知不知道齐胜那边什么情况了？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怕消息是假的，你又被齐胜押了来，一旦你到了他手中，就是凶多吉少了，所以我才把你救出来的呀。哎呀，你脑洞也太大了吧！你哪两只眼睛看见我是被押过来的？难道你是自愿来的？我是自愿来的。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呀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人家这不关心你吗？好了，我这不挺好的，也没什么危险吗？你赶紧回去吧。还回去干嘛？你不会是爱上齐胜了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你在圣都不好好做你的皇后，来这皇家野岭郊游呢？是啊，我就是有些不放心，顺便过来看看情况。唉，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本来以为你和九哥可以成为牛郎和织女，嫦娥与猪八戒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。唉，好累，感觉不会再爱了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从来都没有爱上过一个男人，我也不知道爱上一个男人是什么感觉。行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不走。走不走？不走。走不走？不走。走不走？啊！救命啊！我快窒息了！姐姐放过我吧！啊！要死了！要死了！救命啊！啊！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！皇后在半路被人掳走了。什么？哎呀，好有缘呐！又和你相遇了。哎呦，圆你个头啊！我说杨言，你不认识路，你在前面带什么路？姐姐，我没在前面带路，
我只想要走在你前面，想要保护你。那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。干嘛？想非礼我呀？我，舒服吗？硬吗？好硬啊！我懂你年轻火力旺，这荒郊野岭的孤男寡女，你难免心中有一团火，但是你也不能对你哥哥我下狠手啊！谁要对你下手了？我是知道你有解药了。要是齐胜拿到解药，咱们都得死。我没想那么多，反正只要齐胜不死，怎么都行。我就说吧，齐胜给你下了什么迷药，竟然为了他扔下我们一船的人。我没有想丢下过任何人，只是我一听到齐胜要死，我就特别难受，我甚至很后悔。杨言，我不希望他死。你真是糊涂！姐姐，为了九哥，我不能让你做错事儿，得罪了。你放开我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杨言，你放开我！杨言，你别碰我！杨言，杨言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真的，奶奶呀！
然没有洁癖，可你这也太脏了吧？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忘了你媳妇儿谁介绍给你的？那好吧。好，万万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我的女神大人竟然为了男人，变成了一坨翔。哎呀，哎，真是形象尽毁，形象尽毁啊！你以后还怎么面对我呀？切，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我们走吧。什么声音？你听到了吗？杨岩，杨岩，杨岩，别叫，我在这儿呢。撤！哈！怎么了？现在我有3件事情要告诉你。说。其一，追兵来了。追兵？我们一路上有追兵吗？在我看来，除了我之外的人都是追兵。其二，带队的人是齐胜。你说齐胜？他还没死，他还活着，你没看错。真的是齐胜。其三，我打算自己跑了。哎，杨爷，你大爷！你得帮我上树，让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齐胜。真的是齐胜，还有什么不信的呀？除非我亲眼看见，否则我就不相信。等你爬上了树，齐胜怕是已经包围了过来。齐胜带的都是高手，我带着你根本逃不出去。而且他既然没事儿，那九哥一定出事儿了，我得去救九哥。那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撂在这儿。姐姐，真没法子了。九哥此刻已是生死难料，如果一定要在你俩之间选择一个的话，我选九哥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！皇上，前方有不明物体。那便是皇后。如果红颜并不曾淡薄，这世间有没有传说？身为飞蛾，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死零落，缠绕着
似枷锁，金装玉光。你受苦了。飞舞着坠落，美丽啊，相思而活。爱若能残破，终究是寂寞，忘却了前因后果，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诺，空耗着青春虚脱。给你的破剂药。似零落缠绕着，似枷锁，金装玉裹，似雪花飞舞着坠落，美丽啊，相思而活。爱若能残破，终究是寂寞，忘却了前因后果，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诺，空耗着青春虚脱。年月里蹉跎，轮回中错过，被遗忘的人是我，熟悉的轮廓，泪眼中斑驳，望着却无法触摸。如果红颜命不曾淡薄，这世间有没有传说？身为飞蛾，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似零落缠绕着，似枷锁，金装玉裹。皇上，恕臣多嘴。您在皇后娘娘身边守了这么些天，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，不然身体会吃不消的。皇后娘娘为什么还不醒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因为旅途劳顿，多日未眠，再加上她从未受过这般劳苦，所以需要睡上几日才可清醒。都先下去吧。是。启禀皇上，粮草运到了。好，传令下去，所有人休养生息，备战待敌。是。
我的睡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才刚醒来，就不要浪费力气说话了。你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难道你希望我死吗？我不希望你死，可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又一次耍我。齐生，这一次你玩的有点过了。我没有玩弄你的感情，我是在和自己打赌。你能赌什么？我赌你会来，我赌你不会舍下我。凡是赌局，都只是一场游戏，胜负输赢早就是安排好的。越是没有自控能力的人，越会在游戏中无法自拔。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吗？对你，我的确是失控了，所以我才不得不赌。我屡次三番给你选择的机会，其实都是在和我自己赌。我庆幸，这最后一次，我终究没有失去你。你认为你一直在让我选择，在我看来，你不过是一次次的在玩弄别人的命。你误解我了。我之所以大费周章的给你选择的机会，那都是因为我心里有你。我永远无法做出伤害你的事，更希望你能被我感化。你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，我接受不了。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你能来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今后，我不会再骗你了。杨将军，请。九哥，你怎么？我是偷了我三哥的令牌和钥匙来的。虽说我比他帅了点儿，但还是没被认出来。杨言，不想连累你们，你快走吧。哎呀，九哥，我办事儿你放心，是不会露出马脚来的。哎呀，九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别思前想后了，快跟他换了衣服。九王殿下，您之前对卑职的大恩，卑职今日就是来报恩了。九哥，他知道怎么脱身，难道您就不想见到皇后娘娘了吗？九哥，时间紧迫，抓紧时间。娘娘，你怎么还不醒呀？娘娘，您看您都瘦了。娘娘，您赶快起来吧，起来咱们就回宫，奴婢给您做好吃的，好好给您补补。娘娘，您听到我说话了吗？你怎么还不起来？
丽丽，哭什么呀？我还没死呢。娘娘，您可算醒了。奴婢就在您身边坐着，看着您这都瘦了一圈了，奴婢心疼。您说，你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苦啊？这一路上跟着我受苦了。本来看不到你，我还挺担心的，现在看到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奴婢和那2个侍卫早就到了，您被皇上带回军营后，就一直昏迷着，直到大军搬进了平宁城，奴婢就一直在您身边候着。咱们现在在平宁城？对啊，娘娘。昨天你醒来之后，跟皇上说完话又睡着了。奴婢看您实在太累了，就没忍心叫您。一提到齐胜，我就一脑门子官司。看皇上昨天的脸色，像是您和他聊得不投机。皇上不会是真的要对您动手了吧？现在看来，他应该不会对我做什么了。但是什么？娘娘，您可别吓我。他向我表了钟情，但是我还没有办法面对这份情感。娘娘，皇上对您表钟情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什么喜事儿啊？皇上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清楚啊？他曾经对我好过，也曾经想要过我的命，我的喜怒哀乐，甚至我的生死，都被他掌控着。我不敢接受一个这样的人。娘娘，皇上现在忙着战事，您又不辞劳苦的来了，就别再跟他置气了。我也没什么可置气的，只是我明白了他对我的心，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。不知道九王那边怎么样？唉，娘娘，您说男女之间的事儿，怎么都这么麻烦呢？皇上，杨将军，今晨杨素去牢中巡查，发现九王的牢房中空无一人。经臣调查，疑似是臣的逆子杨延和他的狐朋狗友帮九王逃的狱。不过，臣已经派人速速抓捕九王和他的同伙。九哥，杨刀去哪儿了？走，出去看看。嗯。九哥，那人放羊去了，我们出去吧。人要是倒起霉来，真是祸不单行。九哥，你瞎说什么呢？
你不知道才使能转运吗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上鹏鹏一面，也不知道他那里情况到底如何了。他如果知道我失败了，一定很失望吧。刺杀一事败露，齐胜是否也要对他动手呢？九哥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应该先担心你自己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我们出来之后就可以赶回圣都去见他了吗？我要在牢里不那么说，你能跟我出来吗？那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皇后娘娘，您恐怕是见不到了，因为她也来了北漠。她来北漠了？她来北漠干什么？是不是齐胜命人把她捉来的？走，我们现在去救她。哎呀，九哥，你别再傻了。九哥，齐胜谎称自己中毒，张鹏鹏不顾艰辛来到北漠，就是为了给他送解药。他现在没准儿正在将军府里吃燕窝呢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像是爱上齐胜了。不行，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无论如何也要和他见上一面。九哥，你冷静一下，你现在回去就等于是送死。不如让我回到平宁城，打探一下消息，再做打算。好。恭喜赵王啊！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几座重镇，彰了我南下大军的士气。之前臣没有识得赵王的将才，是臣眼拙了。嗨，倒不是杨将军眼拙，怪只怪我平时太低调了，聪明才智太难被大家发现了。这还得感谢皇上对我的重用啊！二哥从小就偏爱习武，在兄弟几个人当中，又是最通兵法的，只是一直被误解成一个有勇无谋的人罢了。那倒也是。你瞧我这肱二头肌，这多么的健壮，这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。我还有8块腹肌、人鱼线，我要不是今天穿的太厚了。赵王如此之骁勇，朕接下来的部署也会对你委以重任。皇上，打仗就是越战越勇。我现在刚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存在的价值。皇上，您就尽管用我吧。我军在平宁城休养生息也有些日子了，朕打算下一步命杨将军暗中带领大军攻破北漠都城上京，同时由赵王伏击各地救援上京的兵马，为杨将军扫除外围障碍。皇上，如果我们把大部分的兵马派到外边去，平宁城无人驻守，要是万一……我们不了解鞑子的军力到底有多少，所以不能莽撞迎战。朕是想智取。哦，皇上，您用的是空城计呀！皇上英明，臣等一定不辱使命。